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大甲妈甲白山妈双马出巡，都跟咱差一丝丝啊，就小拄头咯。白山妈昨下晡提前往南，经过西丽大桥自家里的婚林西丽光复宫，啊，大甲妈是尾仔妈为虎尾就白，自家里的西丽复兴宫，一尊是孝里的光复宫，一尊是孝里的复兴宫，两尊妈祖才250公尺，中期尾也是无相会。也毋过两边的信众伫西丽大桥相拄。 大家拢真欢喜，互相来喊加油，是一个真温暖感人的场面。昨下晡4点外，白山妈粉红超跑落南经过西丽大桥，进入婚林关。进香的队伍伫桥顶拄到对大甲妈上北的信众，大家欢喜甲互相加油。 双边信众互相鼓励了后，继续行。伫尾仔妈、大甲妈的绕境队伍嘛为婚林虎尾进入西林。沿路信众对妈祖合适祈福，有一个老母摕囡仔准考证，祈求考试的顺利。帮儿子求什么？会考成绩考上好学校。 白山妈尾仔妈5点驻驾伫西丽光复宫，大甲妈是暗时8点驻驾伫西丽复兴宫。 今年双马敢若250公尺尔，最后游园无相会。艺人佑胜甲因太太即摆矛对大甲妈行，真好运伫庙方人员的协助下，进入大甲妈的乱球来祈福，会真欢喜。傻住了，我也是傻住了，我傻住了，然后就看着他们，然后我就直接说：拜托拜托，台湾风调雨顺，赶快下大雨在那个水库那边。 虽然双马无像信众期待安尼相会，不过祭拜过程，大家拢感受到人情的温暖，甲妈祖的保庇，拢感觉真满足。